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下話》，我係明珠。一天到咧，到底有什麼嘅長菜會食起來較清涼一些的咧？今日呢就來食兩個過溝菜蕨，也就是客家話講嘅叫做水葉，可能用完料理哦。首先，先來教大家過溝菜蕨客家話呢，就是叫做水葉，水葉。而且如果你喜歡吃的話，它其實吃起來會有青色味。這個青色味的客家話聽起來很可愛哦，就是叫做夾夾夾夾。當然汆燙的時候有一些技巧，就是你加一點點油的話，等下青菜燙出來會比顏色比較漂亮一點。那因為我水已經滾了，我就直接把我的這個過溝菜蕨放下去嘍，燙一下下就好了，才會保留它的嫩度這樣子。我現在可以盛盤了，因為今天我們的菜蕨呢也是清晨就是買人家現採的，所以它算是很嫩的。好，所以呢我們現在先來取出一個蛋黃哦，稍微的過一下下。好，剩下蛋黃了，我把它放到正中間哦。最後面呢，我會再加上一點美乃滋，然後順便也教大家講這句話，就是過溝菜蕨吃起來有青色味。這句話呢，就是叫做水葉食起來夾夾，水葉食起來夾夾。好，這個過溝菜蕨呢已經煮好，請試吃員來趁熱幫我們品嘗看看，你喜歡吃這個過溝菜蕨蕨類嗎？喜歡哦。好，那你該品嘗。好吃。過溝菜蕨的客家話呢，就是叫做水葉。水葉。對，你是客家人嗎？是闽南。講得很好哦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學到的這一道菜過溝菜蕨，你們喜歡吃嗎？重點是你記得客家話怎麼說嗎？來看一下哦，第一個詞就是過溝菜蕨，就是叫做水葉，水葉。第二個呢就是青色味，夾夾，夾夾。第三個，來學到一整句話哦，來看這句話就是過溝菜蕨吃起來有青色味，水葉食起來夾夾，水葉食起來夾夾。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今天學到的新的詞啊，都是，如果你學會之後，算是比較 pro 級的哦，加油了！明天見，拜拜。